新竹县台北市丰地红狗遐，逐档呢其实拢爱靠人工来喷药啊。即马为着要来提高效率，台北市公所是要用无人机来喷药啊。目前试办的面积大概是400公顷，若准这效果好，后手就会扩大来推广。 无人机飞伫天顶，准备要转药啊！新竹县台北市红狗遐需要荒地的面积有2238公顷，红狗遐若会危害农作物，影响农民收成，也对人体健康造成威胁。因过拢是用人工来做荒地工课，面积大，拿了时间，效果佫有限，而且有时无细腻，就佫会互红狗遐加着伤。看到摸鱼就是第一个就先闪过嘛，没有被咬过就不是农民了。 也都是人工去防治，比如说田埂哪个地方有发生红火蚁，看到它的足迹，然后我们就去用那个耳机去那个防治，就是小面积的，你说大面积根本都不可能。台北市公所指出，过去逐年拢会有300红狗遐荒地，毋过用人工喷药啊，常常会喷无招魂。即马要透过无人机来喷，哪会当省人工，会当互使用药剂效果变好。如果用人工的话呢？ 撒布不均匀，在前阵子呢，也有农友呢受到这个红火蚁的伤害，所以它也对公共的安全呢造成了影响。用无人机来做撒布，那有好处，有很多比较均匀之外，也不会破坏到农作物。目前台北市无人机荒地计划示范面积大约400公顷，市公所讲会看荒地结果，若是效果袂歹，未来有打算扩大办理来解决红狗遐的问题。记者杜君豪，新竹报道。